咱各位乡亲所关心的世界棒球经典赛的正选的名单，今仔正式公布啊，有30个人啦。咱看咱这个队伍内底啊，敢若pitcher就爱带16位这么多啊。另外呢，catcher有3位。咱看其中这个球员的人选呢。 伫个日本拍球，甲伫个美国拍球的占大多数，有14个人遮尔多。另外，大家所注意的，包括有台湾甲美国两种血统的球员啊 ，Fairchild 也到 Jonathan Long 啊，拢有入选，一个做内野，一个做外野，因拢讲啊，爱为台湾队啊来拼咯。 对手更较强、战绩更较悬的世界棒球经典赛，Team Taiwan会用什么款的组合来出战？上新比的名单已经出来呀。 30个正选的名单伫咧今仔日正式公布，投手拢总有16个，配3个捕手、7个内野手，佮有4个外野手，而且女外球员占大部分，30个内底就有14个。过来详细看，投手内底包括林玉明、林维稳在内有5个美国组，佮有高林瑞阳带头的4个日本组，佮有中职7个精英。啊，那捕手是有12强冠军队的林家正，吉利吉老公冠，佮有资格赛功臣周孝宏。野手共款拢是名星，吴念婷、张玉成等人配单极限带头的外野手。啊，那名单上大的重点就是2个台美爱诺克的球星 Jonathan Long、Stuart Fairchild 确定要代表台湾出战经典赛。 龙仔他去年就是在3垒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优异的打击的一个能力。那费仔过去就是我们了解他在脚程上面其实是非常有破坏力。总教练在何区北讲过，这个30个人的名单可以介伤脑筋，因为好手实在太济，各个拢派上强的精英，大联盟嘛真重视。台湾时间初6，佮专工开直播来宣布20队的正选名单。Team Taiwan伫咧第4个项介绍，美国的体育主播 Morosi2024年世界12强棒球赛，北伫咧东京巨蛋见证台湾摕到冠军。在伊看来，台湾队长陈吉宪是上届袂当看轻的超级明星。Jishin Chen, I'll say this: there is no one cooler in the World Baseball Classic than Jishin Chen, their captain. Here he was at that Premier 12. This home run at the Tokyo Dome. My ears are still ringing from this moment. 不过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美国媒体 CBS Sports 分析20队的战力，台湾排伫咧第18，红平组志在参加。啊，那日本媒体是点名台湾的整体安排伫咧预赛C组的正组强力的对手。总共一句球是圆的，比赛开始了后才知影，做回来替Team Taiwan加油。 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